继续来看，无党籍的立委高金素梅卡到诈领助理会长3大案。过年前，互检调搜索约谈以100万交保，伊回应讲，伊问心无愧。讲这3件案件，高金素梅不法的所得超过800万，这个案情是不是会扩大？是不是会牵出到更较侪人？检调继续咧追查。我还没有看这个周刊的报道。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啊。对问题无继续回应，高金素梅年前因为涉嫌贪污扣搜索，进行了后100万交保。放一下啊，小心哦。有法警负力行出北检，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协会补助款，佮违反医疗器材法等3案。根据周刊报道，伊伫2015年到2018年之间，用台湾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真侪摆。 举办活动，合作人伫会考底下，根据周刊报道，其中一项传统社前活动，小连续3年分别为教育部和原民会领走400万到600万的补助。另外一项部落歌谣文化活动，嘛分别向原民会、政府机关和中油、台电等国营事业领补助，甚至佮用真小项的活动名义，向教育部申请30万，涉嫌定岗领补助款。 是送给你们的。伫咧2020年疫情期间，高金素梅协助偏向风险，更较涉嫌利用人头进口真济中国做快胎，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，以上3项罪嫌，非法赚超过800万。 那高金素梅市长的真主任甲伊嘛有牵卡，那定定这样到中国金流嘛不正常，利用查某囝的口罩洗钱，进行了后嘛裁定羁押禁见。这段时间我会养好身，养好心，继续问心无愧的为大家服务，做好我在立法院的工作。是迫害吗？谢谢你哦，谢谢。随愈来愈侪细节浮现，敢有牵连愈侪人，检调继续追查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